大灣區養老超舒服。你知唔知啊？依家好多70歲以上嘅老人啊，都唔選擇老人院啊，而係偷偷地搬入呢啲咁嘅酒店式養老社區啊。咁第一咧，唔需要門檻費，亦都唔需要贊助費啊，都冇高押金，淨係收房租，住啊都係單人房或者係夫妻套房。第二，食飯唔需要被安排嘅，一日3餐咧都係自助㗎，想食咩就食咩。咁第三咧，呢度告別傳統嘅老破小啊，呢度咧有娛樂空間啦、綠化草坪啦、釣魚池、農場、溫泉泳池，仲有 KTV 啊、麻雀室、乒乓球室等20幾種嘅娛樂設施，全部都係免費㗎。第四，子女隨時都可以探望，唔會限制時間探訪時間啦。第五，唔限制出入啊，想走就走，想幾時返就幾時返。其實養老仲可以咁樣啊，你會唔會鍾意咁樣嘅養老方式呢？孤之有孔明，游魚之有水也。